来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遗址，考古最近有新的发现。研究团队挖出一面湿地正严的壁画哦，画中有看到亲像披萨的食物，这有可能就是意大利披萨的起源。壁画嘛显示迄当时的食食、生活甲文化现象。意大利南部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伫今年发现一个奇特的壁画，顶面画一个银盘装食的物件。内底有圆形的福卡夏面包，顶面也芳料，边还佫亲像石榴加做的水果，还佫有上至亲像顶酱料。甲装塔用的草木叶啊编的草本版式，这迄时阵被看作是招待人客迎宾饮食。E durante questi lavori è venuto fuori un affresco di una tipologia molto diffusa, quella dei xenia, dunque dei doni ospitali, frutta, una focaccia, un calice di vino che troviamo a Pompei, Ercolano e negli altri siti. 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主任指出，圆形面包互人想到披萨，因为庞贝遗址就伫披萨故乡那不勒斯附近15公里所在。不过，因为是2000年前的遗址，资料并无记载迄时阵是毋是有披萨这种食物，放伫象征珍贵的银盘顶悬，显示画图的人想要呈现迄时阵社会生活的现状。专家研判这壁画位置伫客家湾灶骹的走廊壁面。另外，团队也伫附近发现3个人类的骨头，发现壁画的建物伫19世纪出土，为自2013年1月开始进行挖掘的工程。公视新闻丁淑芬编译。